初係透過 Facebook 咧知道有呢個計劃嘅。咁我自己好多年前係學過空手道嘅。咁我對個期望就係可以喺精神上同埋體格上咧係可以對我自己有啲改進嘅。最主要就係話有啲好奇，咁嘅年紀竟然有呢啲班上，咁我咪去嘗試下咯。正念同埋空手道係兩樣好唔同嘅嘢啦。咁但係點解會擺埋一齊咧？咁我哋融合咗傳統嘅空手道嘅一啲動作啦、紀律啦，同埋啲技巧，而加埋現代嘅正念去融合埋一齊嘅一個訓練方式。現代嘅正念嘅關鍵嘅概念咧，就係一啲叫做覺察啦，以及不帶批判嘅開放態度去接受啲唔同嘅體驗。因為我哋計劃大部分嘅都係樂齡人士啦，對佢哋嘅身體啦，可能未必好自信啦。透過呢個計劃之後咧，佢哋對於自己嘅身體啦自信咗啦，心靈上邊咧佢哋會正面咗啦。唔少學員講話，根據我哋計劃之後咧，佢哋願意去聽人哋講嘢多過淨係顧住自己去講咁樣咯。我最大嘅感覺咧，就係我最近嗰個自己個察覺力係大咗，咁就會成日睇下我夠唔夠正念咧，我可唔可以再正一啲咧？多咗呢種反省，同埋多咗一種叫感恩嘅心，提自己要去感恩每一天啦，或者即係就算有時好細微嘅嘢，其實都唔係必然。好多平凡嘅事，你都要諗下點樣去感恩，真係會增加個感恩嘅心態咯。好開心啦！有我哋浸會大學研發辦公室嘅參與，有 Professor Christy 張嘅幫助底下咧，有一個腦電波嘅頭帶去參與當中。呢個計劃結合咗傳統空手道嘅正念練習，仲融入咗現代科技，令到參加者嘅學習更加科學、更加有效。我哋用咗腦電波嘅頭帶，呢個係一個非入侵式嘅穿戴裝置，可以即時監測參加者嘅腦電波活動，提供咗個可視化嘅功能啦，去讓我哋教練啦同埋學員咧去了解成個佢哋嘅放鬆嘅狀況嘅。為咗確保計劃嘅有效性，我哋結合咗主觀同埋客觀嘅測量方法。喺主觀嗰部分，我哋用咗學術嘅量表，包括 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Toronto Mindfulness Scale。佢係幫助參加者自我評估日常生活嘅專注力同埋觀察度。喺客觀部分就用咗腦電波嘅頭帶嚟補充，佢提供即時嘅數據，等我哋可以睇到練習前後嘅腦電波嘅變化。結合咗兩種嘅測量方法，我哋唔單止可以追蹤每位長者嘅進展，仲可以調整計劃，令到正念空手道真正幫助佢哋過上更豐盛健康嘅生活。去嘗試多啲唔同嘅 program。或者多啲唔同嘅事情咧，係會令自己退休生活咧好過啲。透過呢個班，我又真係識到啲新嘅朋友仔。咁好多時大家傾下偈啊，咁大家又會互相鼓勵。透過呢個計劃咧，可以提升佢哋嘅心靈上嘅能量啦，對自己有翻個信心，唔會突然之間好似越嚟越下降啊。咁精神層面上邊咧都會有所提升咯。自己嗰個滿足感、個自我形象，我覺得係好咗。好多時其實坊間都有好多空手道班啊，或者係正念練習班啊，咁但係真係冇一個係將兩樣嘢融合，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我知道同學仔你可能呢兩個月計劃有唔同嘅一啲得着，包括係身體嘅提升，以及一啲心靈上嘅改變。我希望各位同學仔可以繼續延續呢個嘅改變落去啦，係可以放到喺你日常生活中唔同嘅各個方面，從而希望大家嘅身心方面有所提升，活出我哋大家活出你哋人生嘅下半葉。加油！